通常佢都會有一定嘅組合，以至我哋先至能夠產生咗我哋當下感受到嘅嗰個情緒。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發活人生。我發覺好多朋友都相當關注有關情緒嘅問題，所以今個星期想同大家分享關於點樣喺呢個緊急嘅情況之下而去調整我哋嘅情緒。我要重申一點就係呢一個技巧唔係話可以徹底消除咗影響我哋情緒嘅事件，只不過咧喺我哋需要好短時間裏邊平復我哋嘅情緒狀態，以至我哋可以進行眼前一啲比較重要嘅事情。咁點樣做呢？咁除咗我哋以前講過嘅就係深呼吸之外呢，咁我今日可以教大家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我記得以前都曾經同大家去分享過。就係即時幫我哋嗰個情緒去打一個分數，由1到10分，10分係最嚴重，1分係最低。咁當然啦，低分數嗰啲根本唔會影響到你當下要處理事情嗰個狀態啦。通常都係比較高分，譬如話8分、9分，甚至係10分。就算你打到10分都好咧，嗰個好處係乜嘢呢？因為我哋情緒其實係好難用客觀嘅標準嚟去量度，所以好多時影響緊我哋處理重要事情嗰個負面狀態，通常我哋都會打到佢10分。我哋試諗下，就算我哋打到10分都好，佢都係有一個界限限制咗喺10分，而唔係無窮無盡，好似我哋唔能夠去掌握去處理咁。要知道我哋嗰個情緒爆發嘅時候，我哋簡單分話，右腦係處理情緒情感，左腦係比較理性嘅關係嘅時候。當我哋負面情緒爆發嘅時候，我哋係傾向咗全右腦。你記住呢個係我哋簡單嘅稱嘅啫嚇，因為大腦嘅結構更加複雜。咁當我哋加入一個分數嘅衡量嘅時候，其實係幫助我哋喺當下，讓我哋嘅左腦去參與喺其中。當我哋去左腦參與落嚟去打一個分數嘅時候，我哋嗰個無邊無際咁擴散嘅情緒咧，就被稀釋、被限制住。咁打完分數之後呢，我哋就不妨再去計算一下，我哋要減低幾多分，以至我哋能夠有一個好啲嘅狀態處理當下嘅事情呢？無論係1分、2分、3分都好，嗱，呢個係一個計算，係一個左腦參與落嚟嘅。咁好多朋友都發覺就係，就算唔做其他嘢都好，當呢個打分評估之後呢，個情緒嗰個激烈嘅程度其實已經係開始慢慢減低落嚟。咁至於第二步，我哋可以點做呢？根據大腦嘅認知研究咧，我哋對應每一個事件，我哋能夠去認知一件事情咧，都包括咗我哋眼睇到啦，我哋耳聽到啦，甚至我哋身體感受到嘅感覺，以至我哋能夠詮釋到一件事對我哋有啲乜嘢影響，而產生一種內在嘅感覺，就係我哋所謂嘅負面情緒。咁呢個過程可能係好快。不過好肯定嘅就係呢個負面情緒裏邊，其實已經喺我哋認知系統裏邊包含咗我哋有視覺嘅元素啦、聽覺嘅元素啦，甚至一啲感覺嘅元素。通常佢都會有一定嘅組合，以至我哋先至能夠產生咗我哋當下感受到嘅嗰個情緒。就譬如我哋想像一下一隻好鮮黃色嘅香蕉，好大隻嘅香蕉。嗱，如果你唔中意食香蕉嘅話，你可以想像一樣你中意食嘅食物。佢一定有圖畫有色彩。如果你將呢個圖畫由一個彩色變為黑白，由一個好大幅嘅圖像縮為一個好細幅嘅圖像，甚至將呢個圖像拉到好遠好遠嘅時候，你會發現就係你對呢個食物嘅嗰個渴求嘅感覺，會因為你轉變咗呢一啲嘅元素咧而減低咗。所以我哋第二步去處理我哋負面情緒嘅時候，就係當下我哋感受到嗰個負面情緒嗰個景象係點樣，你將佢縮細啦，由嗰個彩色變為黑白啦，推到好遠好遠好遠啊，由南極推到去北極咁樣。有啲朋友可能係因為有某啲嘅説話、某啲嘅聲音而導致你產生情緒嘅話，你不妨將呢啲聲音試下將個速度變得好快啊，又或者好慢啦。
有咗個 pitch 好高啊，又或者個 pitch 好低沉嘅。重複過幾次嘅時候，你會發現嗰個感覺會有一啲唔同啊，甚至你嗰個情緒喺身體裏邊感覺到，哇，個心好似個石頭壓住咁，或者個腦好似俾針吉咁都好。你將係啲感覺試下移動一下佢啊，由頭移到落個膊頭啊，由心嗰度移到佢腹部啊。你當一個遊戲咁樣嚟到去操作嘅時候，你嗰個負面情緒亦都會有所鬆動。有陣時我哋只係轉變其中一個元素，可能係視像嘅元素，可能係聲音嘅元素，又或者係感覺嘅位置嘅元素咧。我哋原先感受到好強烈嗰個負面情緒咧，你會發覺都會有所減低。呢個過程如果你熟習咗嘅話，其實可以好快。故此你可以重複佢2、3次，甚至4、5次咁樣，你就會發現你原先影響緊你做嘢嗰個嘅負面情緒咧，就會立時降低。喺呢個時候，咁你不妨可以讓你嘅左腦咧再一次參與落嚟，去評估一下你做完呢一系列嘅過程之後，嗰個情緒嘅分數有冇降低到，降低咗幾多？如果未達到你原先嘅理想嘅時候，你可以將呢個過程重複再做一次，直到你覺得能夠達到你原先你諗住降低咗2分啊、3分啊嗰個程度為止。咁希望呢個情緒嘅急救錦囊都能夠對你有幫助，以致你能夠保持到一種當你有需要嘅時候都能夠一個好嘅狀態去處理一啲緊急或者重要嘅事情啦。咁啊，今集就到呢一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嘅話，請你下低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咁喺有新一集發放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我哋下集再見，拜拜。